过来是字基书写，书写测验是有2种能力：一、印票书写的能力；二、字基书写的能力。客语文字书写是使用客语汉字，从诗、词、记、段落都篇章。你先来认识一下客语书写同华语书写有乜嘅共用，还有无共用嘅所在。比如讲词汇，按做得分做大下4种来讲：一、合法相同；二、合法部分相同；三、合法相异；四、合法词序相反。这种情形合法相同，比如讲错、做、太、大、火、火、天丝、电视、发烧、发烧、可能、可能。大家看，也条诗词是唔是完全共用呢？故说大家唔是特强写作，因为客语老华语共用的词汇非常多。再过来没有合法部分相同的，比如讲零沙、邻居、冰料、放假、天童、地震、水冻猪、睡午觉、牙刷的牙刷，也条词汇客语华语都相像，你多少也做得看出假意思。再来合法相异的情况，比如讲做、穿、骑、新鲜、严格、吵架、赏分、陌生、天数、帮忙、做下、厨房。也条词汇客语华语完全无共用，也做得讲是客语的特征词。大家爱多看多写，运用到文句度，展现客语的特色。再来还有一种较特别的，就是合法词序相反。比如讲间房、房间、小姐、介绍、礼片、便利、民客、客人、闹热、热闹。除脱当归4种以外，还要注意哪一条情况呢？